大部分都出国外面社会，基本上读书，国中毕业之后也都会到台东市区，没有那么想象中的那个。但是愿意回去部落的，我觉得他们是放弃掉那些物质的欲望，所以我们不想在这样的很功利主义的社会条件里面去追求一些什么，那太辛苦了。你在台北赚2万，有1万是房租，然后另外还要付什么费，真的能生活的钱没有多少。可是，在部落里面赚2万是2万啊！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部落年轻人有这样的勇气，因为我们的老人家看我们如果留在家里面，就是觉得懒惰了，所以其实年轻人很矛盾啊。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我要回去部落工作，但是还是躲在山上。我在做生态导览啊，还是什么？还是。就是我们夹在一个很奇怪的生存的缝隙里面呢，我们又不想让我们的老人家觉得对我们很失望，对不对？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很辛苦，要会打猎又要打电脑，对很多人对我们有太多的期待。但我还是很相信我这批兄弟，弟弟妹妹们愿意回去部落从事一些文化工作，愿意在部落里面生活，就放弃很多物质欲望的那个机会。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啊，所以我也要站出来去影响一些年轻人这样。所以我决定给我自己1年的时间去尝试，搞不好就黏住了，就以后就留在都兰也说不定，不知道啦。世事难预料，搞不好我回去都很爆红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自己乱讲啊。对未来要有美好的期待，这样会比较日子会过得比较快乐幸福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敬一下我们未来的。怎么讲到这个啊？事实上我也很害怕，我去部落应该会被很多人问吧。苏命，你是不是不红了？不会啦，有你们，我就觉得很幸福了。啊，对了，预告一下，我会今年会办一个感谢我自己的铁粉们的一个聚会，可是不好意思只有1场哦。我以前有办过1场在都兰哦，那我想这次试试看办在台北会怎么样？预计在12月29号吧。每次都在台北。对，我也觉得应该要在台南哦。或高雄。到高雄。云林。对，那办不完，那我不用回去了。试着啦，我试着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多朋友很关注我们，然后台北可能需要一点场租费，所以。可是我不想赚钱，然后给海外留言的老板娘讲，他愿意把票价压低，然后变成200块，只当做付场租费。然后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，应该12月29号，我没记错吧？对。你们怎么知道？Facebook 有。没有吧？我还没公布哎。有哎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。啊，没公布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聊起来了。就是我想要回馈给我的听众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在做一些文化活动，有时候还跑去参加一些游行活动，然后他们都很认真，就是每次我觉得我应该出席的游行，然后他们都会一起出现这样，不管是。我觉得我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来回馈啊，然后当做自己在跳入下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过程。好，我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些成长，然后我自己给自己的门槛是这样。有首歌，我学起来就觉得很好玩，然后我也想要教大家讲这句话，这个叫。阿美族的我爱你，马乌拉海嘎布迪苏安娜，好长哦。因为我们看起来表面上热情大方，可是母系社会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反而变得非常冗长，表达的比较慢哦。马乌拉海嘎布迪苏安娜，马乌拉海是喜欢的意思，然后
嘎固就是我底苏瓦难是你的最高级。所以整句话其实要说，我只喜欢你这么一个。就是对这句话来讲，我们没有爱这个单字哦。爱这个单字太难翻了，每种爱都不太一样，阿美族分的很多。但是喜欢一个人，只喜欢那么一个人，这件事情很妙。我想如果我有机会拍微电影的话，想要拍一个阿美族语的微电影这样子。试试看啊，反正回部落嘛，没事做，抓那些弟弟妹妹，给他们一些，给他们一些想象空间，搞不好他们就真的用母语谈恋爱这件事情很妙偶像剧都讲韩语、讲国语的，应该没有听过偶像剧讲母语的，好像爱情就会变偶像，好啊，会唱一起唱好不好？
明天的邀请，谢谢，拜拜。啊，不要这样啊。谢谢大家。然后啊，预告一下，明天如果觉得还聊得不够的话，明天下午3点，在台南的成品，我跟考秋瑾，然后我们有一个也应该算是分享哦，就是分享我们在做母语创作的这件事情，的一个讲座，在成品讲座，我觉得比较像聊天的。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唱歌，如果表现不是很好的地方，你可以随时随地来杜兰找我算账。谢谢大家。哎呀哎呀